2026年3月8日，伊朗向鄰國道歉並投降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美國時間3月7日清晨， Donald Trump 喺真相傳媒上發文，文章唔係好長，但每一句說話都具有爆炸性。佢話，伊朗已經向中東鄰國道歉並投降，承諾唔再攻擊佢哋。呢個係伊朗幾千年歷史上第一次被周邊嘅中東國家打敗。佢更話，伊朗唔再係中東惡霸，佢哋而家係中東輸家，而且呢頂帽仲要繼續戴多幾十年。但真正令人背脊發涼嘅係文章最後一段。Donald Trump 話，今日伊朗將會遭受非常沉重嘅攻擊。而家正係嚴肅考慮，針對之前從未列為攻擊目標嘅區域同人群，執行徹底嘅摧毀行動。佢並冇話將會攻擊邊度，佢都冇話將會攻擊邊個，佢只係話，因為伊朗嘅惡劣行為，今日將會受到非常沉重嘅攻擊。而且，美軍嘅交戰規則，以及美國要瞄準嘅新目標，可能已經悄悄地徹底改變咗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